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白酒行業。可以說白酒行業這回算是崩了。為什麼說這回算是崩了呢？我看這個昨天白酒行業的這個著名的白酒優等生，也就是濃香型白酒的這個代表叫瀘州老窖，也是高端白酒三巨頭之一的茅台、五粮液、瀘州老窖。這個瀘州老窖交出了他的2026年半年報。我看这个半年報一出這網上一片哀嚎之聲呐。這個財報一出，說句實在話整個金融圈和消費圈都徹底被震碎。所以說標誌着白酒行業爆雷也不算過分你要看了這個半年報，你就知道什麼叫三殺，三重打擊數據不是用慘或者不及預期就能形容，這簡直就是一場活生生的夜雪崩。白酒行業慘淡的日子正在進行，現在不是最慘，而是越來越慘。最慘的時候恐怕到明年。那我們看看瀘州老窖這個白紙黑字的2020年上半年成績單，我們大致講一下2020年上半年瀘州老窖營業收入105億元，同比暴跌36%我這是為了念的方便我把小數點後面四捨五入因為這個數字對我們影響不大，差那麼1點2點的無所謂我們就知道什麼一個趨勢就完。規模淨利潤43億元，同比暴跌43%。如果說營收和淨利潤砍掉接近一小半，已經夠刺眼了，也就是淨利營收都是腰斬吧，差不多腰斬。那再看一個指標，大家就會覺得後脊背發涼。我為什麼說這叫暴雷呢？暴雷不是說你不賺錢了，也不是說你營收下滑，或者你利潤不太好，不一定代表暴雷，對吧？你還可以撐5年10年，叫韌性。但是有一個東西沒有了，你馬上就暴雷所以不是咱們危言聳聽什麼東西沒有了？叫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淨額。現金流淨額什麼意思？我就舉個形象例子就是對吧？就是一個水池子，有水往裡灌，有水往出流4個管子往出流，3個管子往裡灌。如果灌的速度快，往出流的速度慢，這水池子水是不是就越來越多如果灌的這個速度慢，往出流的速度快，那水池子是不是就乾了？如果這水池子就是人，對吧？如果這個水就是血，你想想吧，乾了是什麼意思就是爆雷水池子如果見底的就是爆雷沒有血了，沒有水，沒有流動。那麼這個瀘州老窖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只有21億元，同比下滑66%。什麼概念？這不離爆雷不遠了，你再把下半年把這20億給霍霍掉就沒了。現金流就是企業的血液知道恆大為什麼爆雷嗎？不就是錢沒了嗎？8個缸4個蓋子蓋不住了嗎？血液收縮的幅度比淨利潤還要猛，什麼意思就你淨利潤下跌不要緊，對不對？但是它那血的收縮速度更快，那你就幹啥去了？難道你也去投 AI 硬件去了嗎？是不是如果那個谷歌或者是阿里，或者是騰訊百度、美團說我這個經營性現金流少了，是因為我咣當往這個算力大基建上投了，你這還說得過去，對不對？你這白酒往哪兒投去了？說明什麼？說明這43億的這個利潤含金量是大幅打折，紙面富貴越多，真金白銀根本流不進來。賬面看着利潤還不錯，但是沒有錢，錢在哪兒？錢都在供應商壓在那庫存，那供應商沒有錢給你沒有錢回來，都是拖着的。供應商就是不是叫供應商叫那經銷商，那就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愛咋地咋地。但是我要告訴你這還不是最恐怖的。這對財務分析報表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半年報是把一季度二季度混到一起看的。實際上它一季報它也公布了，如果把一季報去掉，那就是二季報，對吧？那個沒有單獨公布二季報，一般的都是一季報，對吧？就是季報跟那個上一年的年報一般是同時公布。公布2025年年報的時候，順便把2020年第一季度季報
一般的幾個披露了。好了，到了8月份披露半年報，1月到6月的，那你把前3個月去了，就是4、5、6 3個月的，就2季度的。所以它2季度它不單獨披露，但是啊，如果你按季看的話，那2季度問題就更嚴重啊。1季度往往有春節消費季撐着，很多酒企靠着打款發貨還能勉強維持面子。如果我們把1季度的數據剔除，那就變成2季度的，对不对？單看2季度數據啊，那你就發現它拐點出現了，它是斷崖式下跌，塌方式的。2季度單季啊，滷汁老窖營收僅只有24億元，同比大跌66%，環比1季度80億，暴跌70%，什麼概念？你這2季度相当于啥也不幹，這就擺爛了，就垮下去了。2季度單季啊，規模淨利潤只有可憐的6億元，同比暴跌80%，80%啊跌掉了啊。環比1季度的37億，大跌83%。剛才說了啊，這還不算最重要的，最重要是2季度它的現金流是負的，經營現金流是負的25億元，這在抽血啊。這裡不得不說一下啊，滷汁老窖是一家在 A 股市值1000億級別的超級高端啊白酒龍頭，核心大單品國窖1573，那馳騁江湖多少年啊，我也喝過啊，这個國窖1573，在過去10年的財報裡，什麼時候出現過單季度只賺6個億的情況？也就是它的市值1000億啊，一個季度就3個月才賺6個億。白酒啊，那酒對吧？那就是對吧？那毛利是多高的一個產品啊！它居然1季度就賺6個億，一個月才2個億，市值是1000億。對比去年的扣二啊，去年第2季度單季還賺好幾十億，那今年就變成6個億。在此之前，很多券商研究員、機構分析師做預測啊，他們都對這個滷汁老窖下調了預期，都認為白酒行業不好嘛，很正常啊。但是他沒想到滷汁老窖會跌得這麼慘，也就是即便啊分析師都已經給他下調預期了，都知道很慘，沒想到慘到這種程度，慘不忍睹。因為最悲觀的預估啊，認為2季度利潤也就是下降50%、60%，結果啊滷汁老窖給你整一個80%的暴跌，你以為他能考個50分，結果他只考了20分，把所有的機構的下限都給穿透了。為什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呢？所以啊，我們要看看這個上半年滷汁老窖都幹了些啥。白酒財報的靈魂啊，就是量和價。滷汁老窖的核心命脈就是以國窖1573滷汁老窖特曲為代表的中高檔酒類，這個板塊占了公司總營收的90%，就是大單品國窖1573。那其他的滷汁老窖出了一大堆東西，那都不重要啊，那就是叫陪襯。財報顯示，今年上半年中高檔酒營收92億元，同比大跌39%。上半年中高檔酒銷量1.4萬噸，同比下滑43%。市場賣不動，酒廠怎麼辦呢？滷汁老窖採取了一個極其激進的動作，主動砍生產。人家是調供應，什麼意思啊？市場賣不動，那我少生產。這個感覺好像像那麼回事啊，加量下。上半年中高檔酒產量只有4801噸，同比直接大降77%，市場銷量掉40%，酒廠生產直接砍70%多，就是極其罕見的主動休克式關閥門。為什麼這麼幹呢？很多人就說了，那你這麼幹不傻嗎？人家對吧？也不是說離了你1573就沒酒喝了，那五糧液對不對？那酒多的是啊。你現在要做的是降價，對不對？滷汁老窖它不降價，降量。你不是酒賣不動是供大於求嗎？對不對？那我在供應這一塊，供應端做文章，控量保價。滷汁老窖玩白酒行業最經典也最危險的一招棋，叫控量挺價。在高端白酒的世界裡，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鐵律，價格盤是生命線。像國窖1573這種出廠價在900元左右，建議零售價1000元以上的超高端單品，一旦市場批價，也就是經銷商之間的批發價崩盤，出現嚴重倒掛，就會引發連鎖式的災難。因為一旦倒掛，經銷商賣一瓶虧一瓶，
就不會再打款進貨。消費者看你天天降價，買漲不買跌，就會覺得你品牌貶值，更加不敢買。所以管理層在股東大會上寧願放棄短期的產量，放棄短期的營收，放棄短期的利潤，也要死死守住國窖1573的批價，把批價硬生生維持在825到850元附近，也就是讓價格不要崩盤，不讓它掉进700多塊的深淵。這就是典型的拿銷量換品牌，用今天利潤賭明天的價格。但是控量挺價真的是無成本的護身符嗎？絕不可能，它是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第一個代價就是利潤與費用的嚴重錯配，導致盈利能力被侵蝕。上半年老窖的中高檔酒的毛利率看起來還非常堅挺，91%，毛利率啊91%，只降了0.幾個百分點，說明出產價格沒有怎麼降。但是企業的固定開支是不隨你少賣酒而減少的，營收掉30%，二季度掉60%，可你的廣告宣傳、市場人員工資、門店的租金、經銷商返點這些死的費用、剛性費用啊，它很少下降。銷售費用只降了12%，管理費用只降了8.5%，這導致利潤空間被劇烈的壓縮。你雖然毛利率還可以，但是你整個利潤少啊，整個利潤少，那你的開支下降很慢，導致什麼呢？導致淨利潤率從47%一路掉到41%，二季度單季淨利潤甚至掉到了26%。也就是說啊，你少賣，你挺價格，你只能少賣，你少賣賺來的錢呢，養不活自己啦，就這麼個意思啊。要不然怎麼現金流少了那麼多呢？實際上這是玩火。如果大家每天看咱们的房地產節目，你就知道了，這不就是在玩火嗎？也就是你看啊，房地產暴雷了，各個地方政府的房價不讓跌，你就按備案價最低備案價的95%，你不讓你降價，誰降價查誰，讓你整改。那你說結局是什麼？結局是房子賣不動啊，沒人買，有點錢的買二手房，那最後地方政府沒辦法是吧？你看現在啊，地方政府只好放開了，你開發商願意降多少降多少吧。是不是2021年、22年各個地方政府不讓降價、保價，它不跟那個白酒是一樣的啊，就是控價，不讓你降價。在房地產這麼玩，是不是失敗了？慘敗。現在白酒又不是剛需，對不對？他居然玩這一招，那不是自尋絕路嗎？所以我說，明年這個白酒一定是真正的啊，叫暴雷，這個就叫自尋絕路。你要做的是降價，人房子都降價，對不對？沒有辦法，為了把房子賣掉，只能降價。你現在居然白酒還不降價，挺着，那你挺着吧，對吧？房地產市場就這麼玩，對不對？地方政府開始不賣地，賣地呢少賣，控制，少開發，這樣出庫存是吧？沒有用啊，最終你還得降價，價格往下走，你價格不走，消費者不認，房子是剛需，對吧？人家都不認，你白酒正好年輕人拿腳投票呢，你還玩這一套，嫌自己死得慢啊，就這麼簡單。這就是這個行業啊，是自己作的。你再聯想一下茅台，更可笑啊！茅台現在居然還漲價，所以說我明年它的財報有多難看，大家想象一下啊。那第二個代價就是渠道端的極度嗜血如撕裂，就是你挺個1000多的價格，國窖1573，那誰買呢？誰喝呢？沒人喝，你經銷商酒賣不掉，經銷商先死，對吧？他資金回不來啊，經銷商死了，沒錢去跟酒廠去進貨，你酒廠想把貨押給經銷商，經銷商沒錢付。酒廠通過少發貨把出廠價和賬面批價保住，但終端老百姓買不買單呢？不買單呢，對不對？現在消費這麼差，又不是就你們一家有酒。現在我們前2天做的節目，對不對？那種100、200的酒都放在那個超市櫃台裡面的堆啊，都3、4年前的都賣不掉啊。賣的最好是什麼？那桶裝的散酒，對吧？那10塊錢一瓶的光瓶酒。而且這玩意兒還是人家超市大的渠道，人家這什麼叫定制款是吧？都老百姓都開始喝這玩意兒了，你說你還在那挺着不降價，老百姓不買單，貨沒有在空氣中蒸發，它只是從酒廠的倉庫轉移到了經銷商煙酒店的庫房裡。
今年6月末，泸州老窖的合同负債什么意思啊？就是经销商啊提前給酒廠打那個預付款，這個預付款在那個老窖啊這兒它叫負債，因為你貨還沒給人家，或者對吧？這叫啊就像那個我們的存到銀行的錢，對銀行來說那叫負債。而這個錢呢，你經銷商給泸州老窖打的錢只有24億，比去年同期啊跌了31%。那說明經銷商沒錢了。第一個，第二個，經銷商我有錢我也不想多進呢，進了之後賣不掉，對吧？你壓我這兒有什麼用呢？經銷商不傻，手裡對着賣不出去的貨，誰還願意掏真金白銀給你打預付款？與此同時，泸州老窖賬面上存貨高達157億，也就是自己庫房裡都堆滿了啊！他想把它挪到經銷商庫房裡去，經銷商不給他打錢。泸州老窖自己庫房裡的庫存同比上漲14%，創下歷史新高。你看看來了吧，庫存來了啊！一面是預付款大幅縮水，一面是存貨不斷堆高，這就形成了白酒行業最可怕的死亡交叉。結果是什麼呢？就經銷商撐不下去了。今年上半年，泸州老窖境內經銷商淨減少163家，什麼意思啊？就這些人不賣泸州老窖了，我這要麼關門，要麼說我不賣了啊，我賣別的酒了。接近10%的經銷商直接關門退網，不幹了。而且泸州老窖還有一個極其危險的隱患，對大經銷商的過度依賴。上半年前5大經銷商客戶銷售額占總經銷的62%，第一大客戶自己就占了39%。當大商都開始提不動貨，減少提貨的時候，老窖的收入端就會像踩了剎車一樣斷崖式下墜。第三個代價啊，就是現金流與高分紅之間的懸崖拉鋸。就這麼一個酒企，它還要高分紅，它現金流都不見了，池子都要乾了，它還拿錢去分紅，為什麼？泸州老窖承諾2026年分紅比例不低於75%。保底分紅85個億，股息率那麼高，上半年淨利潤才43億，全年保底分紅就要85億，什麼概念？2026年啊，就是今年，泸州老窖已經發下願望啊，發誓今年分紅不低於85億，但你整個上半年你才賺43億，你下半年能賺多少啊？乘以2吧，那就是86億。你全年滿打滿算能賺86億，你要拿85億分紅，你這是不過了是嗎？但這還是賬面利潤呢，你分紅你得有現金，對不對？你賬上得有現金啊。結果他上半年他賬上現金只有20億，那你下半年你還得找出60億出來，要不然你拿什麼分呢？現金流比分紅金額差了10萬8千里，這就意味着老窖也給股東分紅，吃的是過往的積累的老本，消耗的是歷史留存收益，一邊是經營現金流急劇縮水，一邊還要花40多億搞智能釀造技改哦，這果然啊跟 AI 幹上了啊！智能釀造技改嘛，智能釀造的不是 AI 嗎？你這個酒企啊，想方設法也跟人 AI 搞上，你說還有救嗎？一邊還要卡85億的分紅，這根資金鏈條能夠緊繃多久？所以到這裡啊，大家就明白了，不是咱們在制造焦慮，說什麼白酒行業要崩盤，你看看這是自己作的啊。泸州老窖這份中報，本質上就是把過去幾年靠向渠道壓貨撐起來的報表水分，在2季度一次性擠掉，一次性爆雷給全市場看。關鍵是你把它擠掉了有什麼用呢？你價格這麼高，你把渠道水分擠掉，你的貨就能走得動了嗎？問題在這兒啊。我想說的是啊，泸州老窖啊，你看他這麼幹，應該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就是那邊價格死挺着，他為不想降價。這還不是泸州老窖一家的問題，茅台、五糧液都這麼幹。你看茅台不僅不降價，它還漲價，為什麼呢？這些大單品是面子，是品牌，你要把價格降下來了，它漲上去難，寧願賣不動，它也不降價。它的底氣在哪兒？它跟開發商不一樣，開發商不降價賣不掉，它馬上就爆雷了，對不對？這個酒企呢，因為它利潤特別高，所以它以前還有一些底子，它扛得起，能扛2年，這叫韌性。但是啊，你3年、2年的賣不掉，你4年賣不掉呢，就是你的
大單品賣不動，你只有暴雷。那天家底挥霍掉之後啊，只有暴雷啊，再降價晚了，因為那下面的市场被別人占了，你不降我降，對吧？總有酒廠先降，扛不住的。是不是泸州老窖管理層戰略失誤？是不是國窖1573被同位競爭對手擠壓？只要換個管理層，或者等老窖把庫存去完了，白酒是不是就恢復如初？不是這樣的啊！為什麼庫存越來越多啊？那還不是賣不動嗎？為什麼經銷商不進貨啊？還是賣不動啊？所以啊，泸州老窖啊，它的財報是宣告整個白酒行業的坍塌。如果這個還不能說明問題，那我們就看貴州茅台和五糧液，看看整個白酒板塊2026年上半年報。看完之後啊，就會得出一個結論：這不是泸州老窖一家的病，這是整個中國白酒行業迎來歷史性的大暴雷。他們特點都是一季度還勉強可以，二季度就暴跌，徹底不裝了。那麼白酒的二哥五糧液，白酒的大哥茅台，我們這裡就不介紹了啊，因為以前的節目都介紹過了。茅台我记得介紹過了，都扛不住啊。2025年五糧液的净利潤下滑70%，而茅台來說呢，那是更慘，就是什麼？因為茅台的信仰發生動摇。這就像那個以前房地產裡面京滬永遠漲，北京上海是不會跌的。那現在呢，北京上海一跌，它這個信仰破了，這是最大的問題。那連北京上海都跌，你說哪个地方還能保得住？白酒一樣，連茅台都開始跌了，對吧？茅台都保不住了。那個茅台無論是股價啊，還是酒價，還是銷量，一大堆都在下跌。過去茅台跟房子一樣，都是買到就是賺到，是吧？現在茅台跟房子一樣，誰買誰倒霉，你賣不掉，完了之後還要價格還在降。實際上茅台啊，就跟那個京滬一樣的，就是信仰防線坍塌。除了這個茅五老啊，就是茅台、五糧液、泸州老窖、茅五老這三家最厲害啊。那其他的酒企，什麼洋河股份、水晶坊、酒鬼酒、捨得酒業，輕則暴跌40%，多的還暴跌80%，就是利潤啊。整個白酒行業在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呈現出極其驚人的行業特徵。第一個是啊，全行業庫存就是存貨天數啊飆升，白酒上市公司的平均存貨周轉天數已拉長到了前所未有的900天以上，也就是房地產的去化周期36個月以上。這個是白酒是也是破紀錄900天以上。第二個啊，社會渠道積壓嚴重。根據官宣統計，整個白酒社會的渠道庫存總額超過了1600億。1600億什麼概念呢？按照目前終端這種動銷速度啊，光是消化掉經銷商、酒商、菸酒店倉庫裡的，就是廠家之外，社會上這個庫房裡面的這個庫存的酒，把它消化掉，要4年時間。哎，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吧？還什麼好酒不怕放是吧？哎，你越放越值錢，但是不好意思啊，這酒越賣不掉越慘。如果你要是把酒廠的庫存都算上，那完了，對吧？就社會上的庫存就夠你賣4年，按目前速度。白酒行業過去幾十年，它的商業模式啊，就是白酒企業是典型的蓄水池模式。行情好的時候，酒廠不斷提價，同時給經銷商壓貨，經銷商為了拿到明年的配額，或者賭酒會漲價，砸鍋賣鐵打款進貨，買到就是賺到啊！這個你要做經銷商，你也會這麼幹。為什麼呢？比如茅台啊，今年茅台給你的酒價格是1500，然後明年茅台要漲價，漲到對吧？市場上茅台建議零售價3800，還要漲，那你今年要幹什麼呢？你今天肯定玩命的進貨啊，對吧？借錢對不對？你算一算利息，你看看利息要扛得住，馬上把自己庫房的那個酒押給銀行。從銀行貸款接着買，為什麼？這叫加槓桿，因為明年要漲價呀。你今年1500進的酒，明年，對吧？你從茅台進酒就變成1800了，對不對？就漲300，漲20%。你往出賣呢，賣3000多了，對不對？你說說吧，你現在1500進，你合適不合適吧？那你肯定玩命的吧，加槓桿進啊。那這個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是酒廠的產量跟不上，所以酒廠就開始控制。哎，給你配額。你想進100噸是吧？不好意思啊，只能給你30噸，然後給你搭一點我的不好賣的酒，啊，就都是這種玩法啊。
這就是整個行情上涨的時候，傻子都賺錢，就坐在那兒，你就拿錢就完了，你就想辦法跟銀行借錢，你本金越大，你賺的越多。所以這個經銷商啊，就會砸鍋賣鐵，打款進貨，然後去找這個廠商啊，會是吧？哎，你茅台呢抓一批又一批的，為啥要抓一批又一批的？茅台都賣不掉，你說他怎麼攤呢？攤不了啊！那一定是茅台好賣的时候，他們圈錢交易，是不是啊？給誰酒不給誰酒，那就是給你酒就是讓你發財，對吧？不給你就不讓你發財，給你多給你就發財發得多，就這麼個事。股價一路飆升，這就是酒廠賺走現金和利潤，經銷商扛下所有的庫存。但這套玩法的核心前提是終端消費者最終把酒給喝掉，也不一定是喝掉啊，就是終端的消費者把酒從經銷商那兒拿走，拿到自己家，是吧？有好多人喜歡收藏酒，他也喝，对吧？一买几箱放家裡面。那現在你看這個行情還有嗎？一買幾箱，然後還自己天天喝茅台，或者還請人喝，沒有了嗎？高檔酒誰還喝呢？只要終端有人喝，有商務宴請在大量消耗，這個循環就能生生不息。就像房地產一樣啊，只要你這個韭菜啊七大姑八大姨借錢衝向房地產，那許老板他就不會暴雷，融創、碧桂園、萬科就不會暴雷啊。什麼時候這個遊戲會停止呢？到了2020年，這個死循環徹底斷裂，終端不喝了，貨壓在經銷商手裡賣不出去。經銷商資金鏈斷裂，再也沒有錢給酒廠打款預付，於是酒廠的蓄水池爆倉了，暴雷啊！水分不得不直接反映在酒廠自己的報表中。泸州老窖2季度利潤暴跌80%，五糧液利潤崩塌，本質上就是整個白酒行業壓貨模式的徹底破產。大家還記得吧？我記得哪個酒廠啊？好像是五糧液吧？那新的董事長一上來，直接改玩法。說以前那個啊，你們這個壓貨模式我不認了，審計重新審，對吧？把這个壓貨全部清掉，把過去的一筆抹掉，不認，我們重新玩。好像那個交易所是不是發了文銀行？他那個玩法，我記得我做過節目，他那個搞法就是把整個白酒行業給推翻，就是這種壓貨模式。那是前任董事長壓的，對不對？現在到我這兒壓不了了，對不對？我這怎麼做業績啊？是不是這意思啊？那我前任的壓貨我也不認。那白酒行業為什麼會這樣呢？那這個咱們以前分析很多了，咱就今天講的是結果啊。白酒行業一個是走不動了，他被迫要挺價要空量，挺價空量走不動，它的營銷費用還在增加，然後經銷商不把錢往他打，導致一個結果就是一個它的利潤暴降，第二個現金流降得更快，這才是要命的。你說你身子虛啊，你生病不要緊，這個病那個病反正可以慢慢看，對不對？但是你血光到沒了，大動脈出血，你說來得及嗎？來不及啊，對吧？現金流沒了就是大動脈失血啊。那原因啊，實際上就是一個就是白酒的消費場景沒了。咱們說的簡單一點，過去拿着白酒是幹什麼呢？是聯絡感情，是談生意，對吧？是你看看啊。那個杭州濱江宴，對吧？你看那個，招商蛇口拿了一個60多億，拿了一個帝王，然後幹什麼？晚上豪華酒店包間，是不是？那包間別的不說，這是媒體報道，咱不猜啊。那小姑娘一進來，先茅台喝半斤，那你說一個小姑娘茅台再喝半斤，你說那得7、8個大男人也喝多少？而且那茅台恐怕不是普通茅台啊。那這個就是這個房地產跟白酒行業的這種一個場景一個片段，你就知道房地產火的時候，這個白酒是什麼一個地位。那現在的房地產不行了，對不對？那這個場景不就少了嗎？就這麼一個帝王，因為拿了帝王60多億啊，才喝這麼一頓呢，那說得過去是吧？似乎也算不上什麼。那過去像這種對吧，大街小巷小縣城裡面哪兒都是啊，那你說那白酒，但現在沒了，對不對？這第一個消費場景沒了，第二個是什麼呢？第二個消費習慣，其實年輕人他不認啊，年輕人不認白酒。反正不管怎麼說，現在的年輕人一個在減少，對吧？就是人口是斷崖式下跌，年輕人在減少。第二個，年輕人他又不認白酒，
年輕人選擇餘地太多了，对吧？那個什麼含糖飲料啊，什麼奶茶呀，什麼咖啡呀，或者是還有一些什麼那種酒精度數低的，對吧？酒精飲料選擇餘地非常多，而且年輕人現在也反對那種酒桌文化，對吧？也对这個不感興趣，再加上經濟下行，大家慾望在降低啊，就社交慾望慢慢沒了，還社交什麼呢？都沒錢，對不對？不社交，那你還要酒幹啥呢？所以說啊，場景沒了。當年輕人啊想明白了不買房的時候，你看看啊，房地產國家出什麼政策，它都刺激不了，是不是這道理啊？所以当年輕人他想明白白酒，哎，原來這玩意兒不喝也行，對吧？我不接這個盤，那你想想吧，你出什麼政策忽悠年輕人他都不喝，誰能救呢？沒人能救啊。實際上我們歸根結底啊，白酒暴雷背後根本原因還是消費無力，要不然你這年輕人不喝，老登如果還喝的話，他不至於這麼慘，對吧？如果房地產還火的話啊，白酒、啤酒、酒精飲料依然會往上走。那年輕人接不接盤不要緊，年輕人不接盤，他會受這個熏陶啊，對吧？你進入房地產行業，那你就得喝啊。你不能因為年輕人不，你說我不習慣喝酒，你就不喝，不可能的啊！你看看那個杭州滨江夜宴那個小姑娘去了茅台，先喝半斤，她也是00後，对不对？那种女孩你就得喝啊，不喝你就不要进这行業，一樣的啊。那這個場景本身也沒了，沒人在逼人喝酒了，對不對？年輕人再加上他不喜歡喝酒，再沒人逼，那反正肯定就沒有了啊。所以你要歸根結底還是經濟不行。活力沒有了，你過去你逼人家喝酒是有好處的，對不對？你把這一壺幹下去，你就有了個項目，那個項目一下，對吧？你可能你能賺上百萬的，對不對？那你不喝啊，對吧？你再難喝，你也得捏着鼻子喝下去啊。但是現在呢，我捏着鼻子喝下去，除了讓你猥褻一下，我有什麼好處呢？對吧？受了侮辱，對不對？我還喝啊？肯定不喝了。忍辱負重是要得到好處的，所以你歸根結底啊，歸根結底是沒有錢了，消費不行，對吧？這一杯滷汁老窖你喝下去，這半斤啊一口幹下去，這項目就談成了。那你說你能不幹嗎？幹完了去洗胃，對不對？那也得幹。但現在呢，幹完了你啥也得不着，關鍵是還沒地方幹的吧？現在已經沒有地方讓你喝了啊。所以今天啊，咱們聊的是借着啊滷汁老窖這個這麼慘淡的半年報，超出了分析師的預期啊。就是都知道它會慘，沒想到這麼慘；都知道會爛，沒知道爛得這麼快。我想啊，今年可能還能扛，因為它有韌性，知道吧？明年就是這些酒企爆雷的時候，大量的酒企發不出工資，裁員。2027年啊，不用懷疑，為什麼呢？因為26年就有酒企在裁員了，因為這玩意它是總有厲害的，對不對？家底厚的酒企它能扛，那家底薄的酒企就已經扛不住了。所以說你這2年啊是各行各業爆雷的時候啊，新能源汽車、白酒這些都是不錯的，是不是？白酒行業是現金奶牛啊。再反過來說啊，實際上就反映出咱們的經濟，對吧？熄火，消費整個的就沒有了，大家勒緊褲腰帶。實際上白酒行業就是經濟發展的叫什麼潤滑劑。哎，這個我們說的有點這個啊，有點誇大一點啊。對吧？你要這麼想的話，沒毛病啊，它就是潤滑劑。尤其對中國人來說，他不喝酒辦不成事。現在酒都不喝了，就說明不需要辦事，沒事可辦。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